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的老爸开贸易公司，黄志仪甲中国长期做生意，大赚红钱。沈碧荣早起接受访问，市卡心阁甲呛讲，伊是中国红鑫。沈碧荣反击，敢讲只要甲中国买物件，就叫做赚红钱。另外有北面媒体来报讲，阿强攻击到沈碧荣，是由中国的国安部直接指挥，采取3个步骤来攻击。沈碧荣讲，这个手法甲以前拢同款，上大差别是，这届是针对一个国家国会议员来做攻击，讲这不是正常的代志。陆委会、国安局等等的官员，话讲到一半，立委市卡心雄雄插话，也毋过沈碧荣无受影响，甲颠倒转去。任何有跟中国买过货或订过货的都是红的。按照徐巧芯刚刚讲的这一个红的标准，哇塞，这个台湾红的人现在太多了。国民党的记者会针对沈碧荣老爸贸易公司这点假条条，它高达近75%，它来自中国。而且他简直就是中国商人的超级大户，因为他总体的贸易额上看17亿。我觉得这个标准真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这个国际贸易学系能够教出来的标准。沈碧荣有嘴讲甲问话，北面媒体个也了讲，有相关单位掌握的消息，都是由中国国安部直接指挥台办甲中联办。其中，台办负责叫媒体斗3共放消息，中联办也下令大公报、甲文汇报等等的亲中媒体斗看风向。它搭配这个台湾的媒体，然后再加上呢，真的是大量的假，这手法都跟以前一样。最大的差别是，它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做攻击。那这个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民进党今天这个回力标会强力打到自己，就是因为以前他们是怎么样要求别人的，现在一个一个打回来。哪里隔空开枪，双方拢唔相让。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